营长，看她这身打扮，应该就是媒婆。媒婆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啊，你好。啊，借问一下，倒位是邓先生啊？邓先生啊，士官长邓国恩出列。这位就是邓先生了。哎呦，这个身材了，哎呦，来去看买吼。奶茶。哎呦，不要得意啦！营长，这没事，媒婆嘛，验货。是，哎呦，最冷哎！啊呵，我先不用。我好。媒婆不好意思，